跨越山海，健康在此匯聚。深圳恒生醫院引入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嘅醫學健康同人民關懷服務理念，全力打造國際醫療中心，全程管家式服務，配套英法日語等多語種1對1翻譯陪診，打破語言壁壘，俾你帶嚟高品質嘅就醫體驗。中心覆蓋全科室綜合服務，100餘位高年資專家坐鎮，國際遠程問診與 MDE 協同定製專屬方案，一站式辦妥預約掛號與收銀，檢驗檢查綠色通道即刻響應。深圳恒生醫院作為全國商業健康保險合作試點基地，已同近20家國內外知名商業保險公司達成合作，高端雙保直付，告別報銷繁瑣。從機場到診室，全程陪伴，無微不至。醫託復興全球資源，構建醫藥監保一體化生態，診療與收養無縫融合。深圳恒生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以專業與溫度護航你嘅健康。